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長城睇真啲。喺呢個新欄目裏面，將會由我 Belinda 同大家睇真啲關於中國藝術珍品收藏交易上面嘅小百科。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面，想輕易咁接觸到大量收藏級別嘅藝術品，除咗去博物館同埋古董店之外，其實仲有一個途徑嘅，就係參加當地古董拍賣活動啦。今日就等我帶大家睇一下一間穩健成長嘅拍賣評估行，日常係點樣運作嘅。拍賣行前身係2015年成立，經營中國書畫線下交易嘅長城畫廊。3年後正式轉型成為咗線上線下同步嘅中國藝術品拍賣評估行。我哋經營中國古董全品類，包括書畫、瓷器雜項、佛像銅爐、玉器首飾、銀元古幣、古董家私等等。每年會舉辦多場全球連線嘅拍賣，喺加拿大首屈一指嘅中國藝術珍品集散點。公司每日會為預約好嘅客戶進行免費評估，根據專業嘅知識，再結合當時嘅市場情況，話俾客人知物品嘅價值。客人可以根據我哋提供嘅資訊，決定係咪出樣收藏。合作方式包括有現金收購、委託拍賣等等，非常彈性。喺收貨嘅同時呢，我哋會為所有入庫嘅物品進行登記、影相。當物品件數到咗一定嘅數量，足夠建立一場拍賣嘅時候，我哋會進行系統梳理、製作圖錄，然後上載到業內幾個最大嘅網拍平台，再通過微信公眾號、電台、電視台同埋電郵做相關嘅宣傳。喺拍賣會之前呢，仲會舉行公開嘅預展。拍賣當日，我哋會以現場出價、電話委託同埋通過國際3大網絡拍賣平台，再加上我哋嘅自營網拍平台同步進行，最大程度咁為委託方爭取最高成交可能。拍賣之後，我哋會為委託方催款收款，協助買家同埋物流公司順利交接。因為夠公平公開，資訊又夠 update，拍賣評估行係藏家之間交易嘅理想橋樑。想進一步了解點樣可以最大化寶貝嘅身價，我哋長城睇真啲，下期話你知。唔想等一個禮拜，即刻打電話或者 WhatsApp 我哋647-936-0001，睇真啲好傾啲㗎。